各位投資朋友們，大家好，歡迎收聽港股市場透視，一個由 AI 自動生成的每日盤後分析。此刻是2025年4月17日的香港時間下午5點，讓我們用3分鐘速覽今日市場脈動。今天的港股市場可謂揚眉吐氣，恒生指數以1.61%的漲幅穩穩收在21,395.14點，科技股更是當仁不讓地剛起領漲大旗，恒生科技指數突破4,900點大關，單日1.9%的漲幅創下近一個月最佳表現。這背後是南向資金連續第8天淨流入78.9億港元的真金白銀持續注入市場，尤其科技 ETF 單日成交額突破2億元，聰明的資金正在悄悄布局。當我們拆解這波行情，會發現3個清晰的主線正在浮現。首先是科技股的估值收復大戲，網易憑藉爆款手遊逆水寒創下流水新高，股價應聲上漲4.56%。阿里巴巴也因跨境電商業務在美國市場攻城略地，股價攀升3.13%。此刻恒生科技指數的市盈率僅為19.8倍，處於近一年最低的1.9分位水平。這個數據意味着科技股估值比過去98%的時間都要便宜，就像商場裏打3折的優質商品，自然吸引資金搶籌。第二條主線是半導體國產替代的加速推進，中芯國際和華虹半導體今天分別上漲1.32%和3.29%，這背後是美國加徵關稅倒逼出的行業機遇。中金公司最新測算顯示，國內半導體設備採購需求年內可能激增30%，這種確定性讓資金敢於在波動中押注未來。第三條主線則是內房股的絕地反擊，富力地產單日暴漲2.94%，新城發展緊隨其後上漲6.67%，這既有一季度銷售數據企穩的底氣，更暗含市場對二季度房貸利率可能再降10個基點的政策期待。不過硬幣總有另一面。紫金礦業逆勢上漲0.23%，折射出資金對海外運營成本攀升的擔憂。消費電子板塊整體下挫2.1%，瑞聲科技上漲2.76%。蘋果產業鏈需求疲軟的陰影仍未消散。更值得警惕的是，美元指數回升至99.27帶來的外資流動性波動風險，以及美國對12納米芯片設備的進口限制可能對中芯國際形成的潛在壓力。展望未來3天，市場將迎來3大關鍵事件。明天公布的中國一季度 GDP 數據如果站穩4.8%的預期線，可能進一步點燃市場熱情。下周一的中國 LPR 報價若如預期下調10個基點，內房股或再獲催化劑；而周三的美國 CPI 數據則可能成為全球資本市場的波動觸發器。這種多空交織的環境下，我的建議是把握政策加估值雙保險策略。科技龍頭中優先選擇海外業務佔比低的騰訊、網易。半導體領域聚焦設備國產化最前沿的中芯國際，內房股則需緊盯政策落地節奏。對於風險偏好較低的投資者，高股息率個股仍是動盪市中的避風港。本節目內容由人工智能技術全自動生成，僅供資訊和教育目的，不構成任何專業財富、投資或法律建議。市場永遠在變化，但價值投資的真諦從未改變。在別人恐懼時尋找被低估的機遇，在喧囂中保持清醒的認知邊界。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見。